流動捐血隊嘅成員。輸血服務中心每日都派出3隊護士前往事前安排好嘅學校、社團、政府部門或者工商機構進行募集血液嘅工作。佢哋今日去嘅就係中區嘅一間銀行。通常去到目的地之後，聯絡職員就會立即同公司嘅負責人見面，睇下當日嘅應捐人數是否如期理想。有時為咗進一步募集多啲血液，喺血液收集期間，聯絡職員同公司嘅負責人仲會到各部門探訪，希望可以說服多啲人捐血㗎。根據數字顯示，過去幾年來，流動捐血隊探訪嘅機構每年都有800多間。目前輸血服務中心每日平均需要收集500多個單位嘅血液，先至可以滿足醫院對血液嘅需求。血液收集量嘅多少同埋是否足夠供應俾各醫院應用，當然係重要啦。但係更重要嘅就係要確保捐血者同受血者雙方嘅安全。而家我哋就帶大家去睇下實際嘅捐血程序同埋收集到嘅血液係點樣處理嘅。係咪捐血啊？請坐下。嗱，你捐過未啊？未捐過。第一次係嘛？嗱，你首先，護士會請捐血者睇清楚2張通告，睇下佢有冇條文上寫住嘅病症或者習慣。嗱，呢2張通告冇問題，你睇過係嘛？係啊，冇問題。最近誒冇傷風咳或者打過針、食過藥嗰啲嘢。冇。嗱，咁你喺度簽一簽個名。嗯。如果係冇嘅，就要填一張表格，有關嘅記錄同埋資料會由輸血服務中心嘅電腦室以保密方式儲存。跟住護理人員就會由捐血者手指尖攞些少血出嚟做血色素嘅試驗。所用嘅針事前係經過嚴格消毒密封，同埋用過一次就抌嘅。如果捐血者嘅血色素足夠，而血壓又正常嘅，就可以進行抽血啦。手臂上抽血嘅位置會事先接受局部麻痹，麻醉藥係以消毒過嘅儀器注入去皮膚內。最重要嘅一點呢，就係抽血用嘅針事前係經過嚴格消毒，然後保持密封嘅。可以確定係絕對安全。嗱，你慢慢揸下放下，揸下放下，一下也咁做。隔隻手撳實，撳實5分鐘嚇，跟住。一抽完血，呢支針管亦唔再翻用啦。另外，為咗捐血者同埋受血者着想，捐血者喺抽血嘅時候，亦都會同時抽取少量嘅血入落去3個試管度。呢3個試管，一支呢就攞去血型化驗室，將捐血者嘅血型小心分類。分類工作會由機器及人手分別進行。呢一部自動血型分類機係全東南亞最先進嘅。喺同一時間內，能夠準確咁以多種不同試劑試驗同一個血液樣本。雷射光束又可以準確閱讀及記低試管上嘅特定電腦密碼編號，避免混淆。一段短時間之後，血型分類結果就會由相連住嘅電腦機編印出嚟。而喺同時，專業人員亦都會用人手將血型分類。通常血型係分為 A、B、O 同埋 AB 型4大類，又根據血液是否帶有恒河因子
而決定佢係正質抑或係負質。最後人手嘅化驗結果仲要同電腦嘅化驗結果核對，以確保100%準確嘅。除咗分辨血型之外，另外一支試管就攞去肝炎化驗室睇下捐血者係咪乙類肝炎嘅帶菌者。試驗方法有用人手操作嘅反向間接血型試驗，同埋用自動儀器進行嘅酶聯免疫給付測定，以及放射免疫測定3種。而由於85年初本港出現第一宗嘅愛滋病，引起社會人士關注，紅十字會獲得政府撥款300幾萬，添置一部類似嘅儀器同埋有關試劑，以測試收集翻嚟嘅血液係唔係帶有愛滋病嘅抗體，進一步保障受血者嘅安全。不過，就算喺未添置呢部儀器之前，大家亦都可以放心輸血，因為裝有捐血者血液嘅第3支血液樣本係攞去傳染病化驗室睇下捐血者有冇性病病毒或者任何其他嘅傳染病。如果一旦發覺血液樣本有問題，有關嘅試驗結果就會輸入電腦。咁當一包包嘅血液進行以電腦激光儀器命名及分類嘅時候，遇到有問題嘅血包，電腦就會亮出警號，而問題血包呢就會被掛上特別標誌牌，顯示整包血要拋棄唔用㗎喇。由於不同病人會有不同嘅需要，例如燒傷嘅病者只係需要血漿，血友病患者就要血小板，貧血嘅病人就需要紅血球。輸血服務中心現時係會將所收集到嘅血液進行成分分離，即係將一包全血用離心機分為3部分，使到最重嘅紅血球沉喺血袋嘅底部。工作人員跟住就將紅血球同埋較輕嘅血漿及血小板分離，由母袋過落去另一個袋度，然後呢再以高速用離心旋轉機將較重嘅血小板同血漿分離，再將較輕嘅血漿壓入3連袋嘅最後一個袋度。呢啲袋跟住就要分開儲藏啦，因為佢哋係需要喺不同溫度之下保存嘅。由於醫院可能隨時急需血液，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嘅血庫係有專人24小時輪班工作，以安排發送血液俾急需嘅病人應用。但係有時血液可能供不應求，就需要視乎各間醫院需要血液嘅急切性而定派發先後啦。呢一個繁重嘅責任就落喺輸血服務中心嘅總幹事梁醫生身上。佢每日都要睇下各間醫院需要幾多血，同埋將要做乜嘢手術，亦都要經常到血庫巡視，以視察血液嘅供求情況而作決定。萬一接到醫院通知有緊急手術需要血液，或者急需某一種血型較為特別嘅血液嘅時候，紅十字會嘅聯絡職員就會用電腦跟查相同類型嘅捐血者，通知佢立即到某個中心捐血。我哋曾經目睹佢哋緊急召集到幾個熱心人士，喺好短嘅時間之內捐血俾一個阿嬸做心肺科手術。呢一位阿嬸就係陳轉章女士，佢由於心臟二尖瓣狹窄，曾經係急切要做直視二尖瓣擴張手術。今日一張相好好多。喺佢康復期間，我哋安排咗佢同捐血救佢嘅幾位熱心人士見面。多謝佢哋捐咁多血俾我即係做咗呢個手術。85年4月舉行嘅紅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週年捐血頒獎禮，每一年都有數以百計嘅熱心人士得到頒發多次捐血紀念獎章。好似呢位27歲嘅失明人士林永全，亦都因為捐血25次而獲獎嘅。